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初2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将伫咧欧洲议会演说，展现出乌克兰捍卫国家决心，和在场的人员拢真感动，甚至翻译的人员阁讲甲后甜。不过，同一天，罗西亚的外交部长伫咧联合国演讲的时阵，所有侪国代表立场，代表是要挺乌克兰的气味。2个月头人拄到的情景是天差地。而且即阵欧盟的官员准备要提案宣告罗西亚是罗马国家，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甚至是呼吁联合国都要甲罗西亚踢出人权理事会。Ми боремося за наші права, свободу, за життя. А зараз ми боремося за виживання.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初一伫欧洲议会来发表视讯演说，展现乌克兰来保卫国家的决心，同时嘛，甲欧盟化话。Доведіть, що ви разом з нами. Доведіть, що ви нас не відпускаєте. Доведіть, що ви дійсно європейці. І тоді життя переможе смерть, а світ темряву. 演说结束了后，欧洲的议员全部拢徛起来要拍扑啊，有1分钟遐尼久，就连这个口译员，伊伫咧翻译的过程嘛是安尼讲甲曲拗。Today, though, it was different because the message was so powerful. And it's also very personal for me. 泽连斯基演说，大家都俄罗战，甲比指起来同一天，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洛夫，伊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甲裁军谈判会议内底，这个演说煞是安尼天差甲地。台顶咧放俄国的外长遗录的影片，也那伊的内容是大部分拢咧批评乌克兰，也那台卡是强要无半人。真侪国的代表来发起抗议，因爬起卡过来走，聚集伫咧广场外口，手提蓝黄色的国旗咧声援乌克兰。Has to take a very strong stance in defense of its own principles of the UN Charter, because what Russia did to Ukraine is an attack on the UN foundations. 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嘛伫咧这个演说内底谴责俄羅斯殺害平民，因犯着戰爭罪，應該該甲這個俄羅斯甲踢出去聯合國人權理事會。One can reasonably ask whether a UN member state that tries to take over another UN member state while committing horrific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causing massive humanitarian suffering should be allowed to remain on this council. 國際挺烏克蘭的行動煞咧發酵，除了講已經有送出加入歐盟的申請，即馬歐盟的官員嘛當咧演議草案，拍算講宣布俄國是羅馬國家，呼籲歐盟該加強制裁，因為隨時嘛是歷史性來放棄中立，正式來加入制裁的行列。公司新聞王碧文編譯。美國總統拜登將發表就任了後的頭一張國情咨文，強調美國會甲世界主要國家。甲烏克蘭徛到陣，追究羅西亞總統普京發動戰爭的責任。美國總統拜登執政1年外，頭一場國情咨文演講，拄到歐陸戰爭戰6天啊。拜登講，美國甲自由世界國家會甲烏克蘭徛到陣，共同追究俄羅斯總統普京發動戰爭的責任。He thought he could roll into Ukraine and the world would roll over. Instead, he met with a wall of strength he never anticipated or imagined. He met the Ukrainian people. 拜登話講到這，議場所有人無分黨派，全部徛起來拍撲啊！閣有人摕烏克蘭的國旗的人，坐佇貴賓式的烏克蘭大使馬卡羅娃徛起來，拳頭要頂咧表達感謝。Yes, w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tand with the Ukrainian people. Throughout our history, we've learned this lesson. When dictators do not pay a price for their aggression, they cause more chaos. They keep moving, and the cost, the threats to America and America to the world keeps rising. 拜登宣布封闭俄羅斯航空的領空，禁止俄羅斯飛機起降，並表示當地切斷俄羅斯上大銀行甲國際金融體系聯絡，阻止俄羅斯得到技術，削弱伊的經濟實力，並在未來幾年削弱俄羅斯軍事力量。美國司法部也當地組建一個專門小組，追查俄羅斯獨佔的罪行。
虽然目前逐天也是有超过2000个美国人因为新冠疫情死亡，不过为初开始，完全注射人进入联邦大楼就会当免挂喙安，这代表美国抗疫来到新的阶段。拜登骄傲的讲，这是因为联邦政府提供免费的疫苗、治疗、体检甲喙安，并宣布新的免费治疗药物计划。And now we're launching the Test to Treat initiative. So people can get tested at a pharmacy, and if they prove positive, receive the antiviral pills on the spot at no cost. 疫情方面，美国失业率降到4%，不过通货膨胀却升悬到40年来的最高点。真侪劳工家庭生活开销承受真大压力。拜登讲，伊感受会到，保证打造美好家园计划的成功。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转来关心咱台湾的外交关系，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因暗8点会到台湾访问，行程会见总统蔡英文，卖发表公开演说。不过邀请蓬佩奥来访问的远景基金会，却是收到恐吓批，放调要开枪杀蓬佩奥，警方当了侦办。目前已经采集该信件相关机证送往建设中心比对中。另研判该信件应该是自新北市中和区寄出，目前前往该地扩大调阅监视器，以追查投递者。恐吓批内底写讲，蓬佩奥是美国流氓，而且阁要开枪甲台，其名是苏角失调者。警方已经采集手指纹要比对，目前已经锁定假批地点，伫咧新北中和，当咧调监视器追查。总统蔡英文再去接见美国拜登政府的代表团，蔡总统是强调讲，伫咧乌克兰这个危机的时阵，美国阁派代表团来访问，显示讲美国对咱两国的关系真重视，会当有更卡密的合作。美国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穆伦是表示讲，透过这边的拜会，会当传达美国坚定维持承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侵略行为冷眼姑息，就是为自己制造更多的威胁。这是全球民主国家团结的时刻，台湾也不能够缺席。强调台湾嘛会参与，总统蔡英文初二再去接见拜登政府的特使团，先感谢美国伫乌克兰情势真紧张的时阵，各派人来拜访，体现对台美关系重视。嘛，凸显台湾伫咧国际区域安全的角色。面对台海和区域安全威胁，我们期待跟美国、区域各方能有更多紧密的合作，共同压制各种形态可能冲击安全的单边行为，以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蔡总统表示，目前中国对台海甲区域的军事威胁持续野悬，假信息的攻击嘛袂少。台湾有坚定自我防卫决心，嘛希望甲美国持续合作。因为最近外界出现美国放弃台湾的讲法，美国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特别国保证，讲美国会坚守对台湾的承诺。That is why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oppose any unilateral changes to the status quo, and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cross-strait issues. I do hope by being here with you, we can reassure you and your people, as well as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in the reg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firm behind its commitments. 穆伦认为讲，访问台湾的时间点，当时历史上真关键的时阵，即马比英国拢更较需要捍卫民主。伊嘛传达美国下党派坚定挺台湾的立场。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表示，台美合作嘛，互中国唔敢乌白来。自由民主的一方应该如何团结合作？尤其是我们旁边的中国的领导者不敢轻举妄动。美国特使团嘛去国防部拜会，国防部长邱国正亲身来迎接，军方是无进一步评论内容。也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嘛去特使团大的饭店拜会，因按算甲蔡总统做伙食暗顿了后，就会离开台湾，结束这届访问的行程。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对国际卡波制裁罗西亚，经济部的分析，咱国内产业当中，钢铁业甲机械业的出口影响会上介大。欧洲迄边因为欠钢铁的原料，产销恐惊会真硬到。罗西亚甲乌克兰要伫咧相战，真侪国际品牌对罗西亚实施制裁，包括苹果、谷歌、福特甲夏雷等等，拢宣布停止外销产品去罗西亚。台湾嘛加入制裁罗西亚。经济部以出口的比例分析，目前影响较大的是工具机甲电子业。有的客户是在欧洲而已，在中国还是
在东南亚或是美国，那少数的糖是销到俄罗斯而已。个人的认为是影响不是很大。柯文宪表示，1990年代工具机业进入中国市场了后，嘛小连续分看欧洲甲中东市场。以罗西亚来讲，伊是台湾工具机第4大出口国。去年外销去罗西亚的金额差不多是1亿400万的美金，占出口的3.74%。这几年因为美中贸易战甲新冠疫情影响，台湾工具机的业者除了伫美国布局，嘛有伫东南亚的市场，一直拢有分散风险，所以冲击有限。不过，罗西亚甲乌克兰这2个国家拢是钢铁出口的大国，中钢预估欧洲钢铁的生产甲销售恐惊是会受到影响。接下来密切观察相关的发展。对钢铁有影响，是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呢，他们有出口一些比较低价的，比如说钢坯啦、小钢坯到台湾来。那台湾的下游如果有在用这2个国家的产品，恐怕会一时之间会。数量上会受到影响，因为我们是有从俄罗斯进口一些少量的无烟煤这些但是我们可以转换售之后用其他的办法备案来代替，所以对我们本身影响是不大。另外，西方边国进一步制裁罗西亚，恐惊致使罗西亚出口石油从安尼长去，造成国际油价大起。伫伦敦的交易，美国西德州中级原油大起要10%。一桶的价格是106.29块的美金，北海布伦特原油大起要9%，一桶是107.44块的美金，拢创下7年外来新高。国际能源总署31个会员国同意为紧急筹备，提出6000万桶的原油来稳定市场，若有必要会阁追加。记者综合报道。咱生活当中这大逐项拢会用到电，所以讲电池若是起，一定就会带动万项起。有学者就认为讲，今年的电池应该暂时袂起，会维持1到2块6。不过，自从2018年的4月，咱就无阁起过电池，国际能源算是一直飙起哩。有学者就表示讲，迄寡咱讲石油、台电甲中油吸收的成本，其实拢是牛骹牛内肉，落尾也是爱民众家己吞落去。新德科学园区初一下晡差不多3点外大跳电，影响袂少厂商，包括台积电、联电等等半导体工厂。德科管理局证实，因为某一间电子厂的设备故障，才会引起附近的科技大厂电压嘛跌咧降低，造成跳电。不过冲击并无大。是一个7级压降了，重要机台他们都备有不断电系统，这个生产营运上是没有影响的。台电派人去检查，是个别厂商的问题，并毋是供电无够。也若跳电的原因，搁要进一步来调查。除了供电的问题，电池敢会起嘛受到各界的关注，尤其是最近国际燃油的价格压悬，发电成本的压力是愈来愈大。不过最近物价压力大，外界预测目前是袂起价。也若国内电池嘛，为2018年4月份一度电2.5488块，起3%了后，变作是2.6253块了后，已经连续8届无起价啊。电价审议会呢会来评估相关的情势，包括成本、包括社会面、包括民生的需求，来决定我们的这个电价的共识。都惊电池起了后，连带物价嘛跌咧起，加上今年阁有选举，学者认为讲电池起的几率无大。不过电池持续动力无起，危险的负债是会愈加愈惊人。动涨的几率蛮高的，电价太低的话都没有那种诱因去更换设备。也是政府的隐形的负债，一方面缺电，一方面又要补贴让它多用，那么这个是矛盾的嘛？学者表示，有当时啊嘛是应该爱反映电的价效，若是国际燃油的价效伫咧观点，却是倒头来操作，甲电池压落来。2050年净零碳排放要达到目标，恐惊是无遐尼简单。记者综合报道。因若咱国内今日的疫情的情形是有增加2例本土，拢是伫咧隔离当中确诊的，甲桃园的米池幼儿园有牵连。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这场群组目前伫咧控制范围内。另外，指挥中心今日宣布，对后礼拜一开始，各种航空公司做过3档疫苗的机组员检疫期会当放零。桃园环保局派人到确诊者去过所在加强来消毒，因为国内新冠本土疫情，初礼拜3新增加2例本土病例，拢是桃园米池幼儿园互相熟为衍生出来个案，2个人拢是伫厝隔离期间因转阳确诊。整体案件看起来并没有再往这个没有匡列的人的的方向或者那个人去走。
目前看起来是相对的乐观。随着国内疫情较厉，指挥中心也正式公布国际航空机组员上新的检疫规定。对3月初7开始，当程的航班部分，即要自第3档疫苗追加剂满14天，入境了后会使采一人一户自主检疫，检疫天数改做5天自主检疫，加上5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原本也是无自第3档满14天的人，是维持5天加9天的检疫的规定。第程航班的部分已经自第3档满14天，入境了后，敢若需要7天自我健康检测就会用的。无自第3档的人是维持7天自主健康管理。在外站还是要落实零接触，那机上要全程的防护。那如果要居检期间符合民航的规定，在派飞前，需要做一个快筛，要有阴性，那才可以上飞机去飞。指挥官陈时中讲，下礼拜3月初7开始，边境小可解封，入境的检疫天数会对14天缩短成做10天，并且放宽商务客来台湾。有国确诊个案一定会增加，不过无希望亲像香港这种爆发的形式，要安怎来避免，这是未来努力的方向。开放之后，那必然确诊的案例一定会增加。那是必须大家就是说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怎么样把自我管理把它做好，大家合作，那快速的有任何的疫情可以把它匡列住。但是中进一步指出，今年7月了后，欧美国家大解封可能性是真悬，不过大解封也会伴随大流行，要不台湾社会也无法度承受这么高风险的疫情，而且台湾整体感染率较低，也是一步一步要真小心，大范围内解除禁令的脚步一定会较慢一寡。记者综合报道。这个疫情已经2年多，未少民众是减少去电影院迄款目睭照的空间，而且网络放送影片的平台当兴，伫厝就会当看电影。这款情形造成电影业落寞。台中是一年就关3间电影院，高雄是3个月就关3间，甚至连梦时代内底连锁戏院剧影社嘛宣布4月底就要收起来。伫高雄经营15年的梦时代戏院剧影城，3月初一直关门宣布要伫4月30结束营业，互各界真意外。业者是讲，伫上艰难的时阵，有伫市场找出路，不过真遗憾，袂当甲商场达成共识，所以决定关起来。预计4月30号，影城这一边暂时结束营业。那很遗憾，就是这一次跟商场没有办法谈成一个商业条件的共识。那我们也是很不舍。电影院因为新冠疫情，消费客源大量流失，中南部陆续传出休业。台中市的华威影城、国宾影城、新时代凯博影城，近年来陆续停止营业。高雄休困的有奥斯卡影城、十全影城，佮加上4月底要休困的梦时代戏满客影城，3个月内就关3间。搁伫营业的嘛唔敢乐观。电影院内底拢无人，台中的老牌影城业者就坦白讲，疫情这2年落来已经了2000多万。我光这疫情2年多，我大概亏了2000多万了。这个坚持能多久，我们不敢讲啊。民众表示，疫情的影响，也有串流平台发展，想要看电影入去电影院已经不是第一选项。像我就不会想要去影城看电影啊，那可能跟我有相同想法的人应该也蛮多的。是因为疫情？是，因为他在上平台的时间也蛮快的，我就觉得不需要。差这个短短的时间跑去电影院里面去看，之后可以在线上平台看到的电影了。面对疫情甲观赏方式改变的相当打击，影城业者怨叹歹经营，在地人的回忆也愈来愈少。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大家来看一则韩国的消息。有一个越南籍的查某人用移工的身份来台湾，不过煞伫咧台湾做车卡西单，无医师执照，就非法甲民众挂顶顺做片啊。无到1年就赚几落百万，即马已经红掠起来。提醒大家，若是要有做任何医疗手术，就要找有牌病院，无若是出问题是要靠无目屎。哪开直播，哪替患者动手术，公开所有过程，甚至还搁伫咧社群平台救人客。这个查某人是为越南来的，伊并无国内医师的执照，不过煞偷偷开医美诊所，做非法的乌市医生。在没有我国的医师执照的情况之下。那有从事一些医疗美容的行为，那中间还有包含一些像隆鼻啊、双眼皮啊这样子的侵入性的手术的治疗，那这样子是有明显违反到我国国内的法律。桌顶这个下档麻醉药啊，等等的管制药品，还佫有各种的医疗器材，全部拢互查扣起来。这个越南籍姓陈的查某人，原本是以制造业技工的身份来台湾，不过煞细厝经营地下医美诊所。非法甲患者自肉毒杆菌、挂目睭皮做钉顺等等侵入性整形的手术，
无到1年的时间，赚的乌心钱超过100万。未取得合法医师资格执行医疗业务的话，他可以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可以并科新台币30万元到150万元以下的罚金，也有可能前版。无专业医师的执照，做医疗美容的行为，就算诊所藏伫上班大楼内底，是真偶互人发现。不过这嘛逼出袂少医疗纠纷。这家医民署因为接到检举，所以联合警方甲卫生局等等的单位做伙去搜查。目前专案甲这个姓陈的查某人等等3个人，以违反医师法等等的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有员工投诉讲，高雄港有一间物流公司长期要求员工爱加班，正上班对早起8点做到下晡4点了后，当休4点钟暗时8点，就搁互公司叫转去加班到半暝，而且加工透早共款是8点就爱上班。员工是指控讲，公司若叫因加班，因袂使讲一个月就加班100点钟。不过物流公司是否认这项指控。驾驶天车伫高雄78号码头搬运货柜，这是假名叫李先生的查甫人逐工工作的内容。年资10多年，伊讲公司长期要求因爱加班，互伊顶个月就爱加班100点钟。有当时啊摆假，阁要求加班，互伊真正毋免上班的干那3工，阁出现2段的班表。上完早起8点到下晡4点的班，休4点钟，爱阁去公司加班到半暝12点。下班了后，煞来就是早起8点的班。你晚上12点回到家，不可能马上睡觉嘛，最少也要大概洗完澡吃个东西，大概快1、2点了，等于说一晚大概睡不到3、4个小时，隔天又要出来上班。李先生摕家己甲同事的班表作证，毋过互人指控的亚太国际物流公司否认，强调一切遵照劳基法，互这个代志毋知谁讲的才对。目前的话是没有一般我们休假都是会依照那个劳基法的规定。雇主如果使劳工延长工时的话，一天正常工时加延长工时不得超过12个小时，1个月最高延长工时的上限为46个小时。劳工局表示，去年8月确实有民众伫市场信箱来反映这间公司，不过留的是假定位，找无当事人，也无证据显示亚太国际物流违反。不过依法，员工每个月加班时数袂使超过46点钟。轮班也是改换班表，也爱互员工有连续11点钟休困时间，违反规定的罚2万至100万，会派人实际去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消息，咱的外交部表示，今日有派特调专车，甲11个伫咧乌克兰的台湾人甲因的亲人撤到波兰，目前还佫有9个人还未撤出来。那是乌克兰当地情形，因为着伤甲破病人数增加，医疗资源已经用到要紧绷。首都的病院，互轻症的病人出院，清出空间，通好治疗伤患。4个药局嘛，有民众咧排队买药啊。上界严重的是，医用的送数可能24点钟内就用了，不过说因为交通中断，货拢送袂入去。卡老两边摆满病床，有人直接困伫涂骹，爸母带囡仔过一天算一天。这个所在是乌克兰首都基辅一间儿童病院，因为烦恼互炸弹攻击，顶礼拜部分病床刷到地下室，死亡人数也大大减少。Reduce number of patients, and if normal time we have around 600 patients, now we have only around 200 patients. 互病况较紧的患者转院也是出院，是惊俄罗斯的军队持续攻击，病院随时都爱收治患者，只好控管人数。资源正安尼，毋拿病院，基辅街路少数有营业的药局，即马嘛排真长的人阵。My husband had a heart attack, so I need to buy medicine for him. But not all the pharmacies are open. It's unpredictable and it gives you all the time like up and down and up and down. And 连日知影俄罗斯的炮火有可能随时落落来，民众也是都爱出门，因为今仔日无买，唔知影明仔载是毋是有机会。不过排队的唔那是为厝的人买药啊，也有人是为着前线的阿兵哥买物资。I was searching for like basic stuff, nobody was ready, so guys asked me to bring socks. I was looking for socks, and I bought something super expensive, like
twice as much as usual. 战争无停，物资危机就一天比一天较悬。世界卫生组织 WHO 礼拜提出警告，因为俄罗斯军队攻击交通中断，卡车无法运送医用的散素，生产商也欠缺原料。乌克兰大部分的病院散素恐惊24点钟内就会用完啦。因当想办法伫协调，希望透过波兰的物流安全通路，赶紧将散素送入去乌克兰。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乌克兰的百姓守护国家的决心，消磨罗西亚的攻势。侪乌克兰的民众唔惊危险，四界收集物资，做暗号帮互医护港军人使用。外国嘛有民间组织为乌克兰募款，嘛有人用彩绘标语甲罗西亚总统普京呛声，甲乌克兰応援。这寡附近人甲衫拆做一条一条，佮做成伪装用的迷彩网。刷落去，甲送去某一个军事基地。事实上，外口阁有更较侪衫要送入来。Stripes onto the net to have something like the net for our soldiers to hide the equipment. Люди роблять все, що можуть робити. В'яжуть шкарпетки, готують їжу, знаходять тканину, плетуть сітки, знаходять медикаменти, віддають свої, здають кров максимально, blue. все, що можуть。目前，罗西亚正在向基辅推进，民众好亲像感受到时间的压力，一阵之间过去这几天，一直在收集物资甲食食，分发给医护人员甲军队。尤其是前2天基辅宵禁，互几落10万米伫咧地铁避难的民众袂枵巴肚。一间餐厅经理为着帮助军队，暂时无做生意，因为国家若无去，根本就唔免讲生意。Повинен підтримати нашу армію, тому що це надважливо. 罗西亚的攻势拄着乌克兰倔强应对，除了国内百姓的支援，伫乌克兰境外嘛有真侪帮衬。伫立陶宛一座莫斯科主产的大楼顶，就红喷垃圾字的标语骂罗西亚总统普廷。伫咧车路顶悬，嘛会当看到警告普廷害牙国际法庭件的大字。国际法庭是联合国上悬的司法机构，乌克兰顶个月底已经向害牙国际法庭提出诉讼，要求罗西亚停止入侵。德国北莱茵西法利亚邦的城市吕登沙伊德，嘛有声援乌克兰的大字彩画。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的大城马拉加的乌克兰人，连续3天募款，一只载满药啊、食食甲衫裤的卡车，已经离开西班牙，登要去乌克兰。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年底就要搁当选地方首长，民进党的中执会今日通过台南市高雄市港嘉义县连任县市长的定调案，会由黄伟哲、陈其迈甲洪江良继续争取连任。不过有中常委质疑黄伟哲涉嫌撩白的案件，黄伟哲是强调讲绝对无陷害动机。民进党是执政党，我们一定要更团结。蔡英文伫中执会发讲爱团结，不过党内对台南市长敢是爱定调现任的市长黄伟哲有无共款的声音，尤其是伊读台大的时阵，感觉做过线面受到大家的关注。我们可以建议的，怎么让我们后续的选举能够更好，然后不要重蹈所谓2018的高雄事件造成的政治风暴。会议尾手通过台南市、高雄市、甲嘉义县的连任县市长定调案，虽然确定互提名，黄伟哲讲心情加减也是受到影响，不过嘛强调讲无陷害过任何一个优质。我没有做出卖同志的事情。那40年前我们念大学，那个时候。所碰到的一些，包括来自于行政机关，包括来自于教官的一个恐吓威胁，其实大家都有，许多人都有同样的经验。你可以接受他的说法吗？赶紧赶快啦，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啦。但是吼，伫党内底袂使有伤害啦。高雄、台南拢确定由现任的市长争取连任了后，台中市长选举以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参选的机会上大。那北部拢也无明确的方向，不过人选可能袂少。亲像嘉南市长林佑昌传出有意愿参选台北市，内政部长徐国勇捌互点名参选新北，林佳龙互点名双北，卫福部长陈时中是3位拢互提起过。学者认为讲，也是爱看民进党派系上尾协调的结果。他并不可能说单纯就每一个单独的事而考量，一定是绑在一起。而绑在一起，当然我刚刚讲到，一个就是可能胜出的几率，然后另外一个是派系平衡。学者嘛认为讲，民进党伫双北甲桃园市长的选举，其他政党提名人选也未完全确定，所以民进党的提名时程可能会等对手拢确定了后，才来思考上届有机会选赢的名单。记者综合报道。
民进党已经确定3个县市首长的提名人选，不过国民党却是一直无确定候选人。今日因的党主席朱立伦是强调讲，年底的选战爱团结，争取胜选，未着急推出人选。各地头的参选人的人选，目前台南选区谢龙介甲陈以信已经表态要争取参选。党主席朱立伦带领党团总召集人在民总顶人，初二召开国民党中常会，看到赢南部的县市长提名人选已经定啊。国民党中常会煞是把重点放伫咧乌克兰的议题，对年底的选战，朱立伦跟他讲爱团结选赢。新的常会的组成，我们也希望大家对于年底的选举，秉持这样的决心，我们团结一心，争取胜选。党中央部调集，地方煞是心共会道。高雄进前传出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可能代表南洋参选，不过伊已经伫人面前发文否认这件代志。前2天国民党副秘书长罗志强去高雄谢票，地方的人士一直鼓舞伊来参选。不过伊讲这个决定并不是真简单。我需要更审慎的思考，也这样才会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一个决定啊。因此，再给我一点时间。也袂过绿营执政的优势，南营伫高雄的选情较无遐尔热，因为台南共款嘛是去用看做是绿营的地盘。在第5届议员谢龙介大声表态，接受部分区立委陈以信嘛宣布争取提名，过来爱面临党内协调。陈以信认为讲，党中央会以上有赢面的人来考虑提名，袂限制是已经公开表态的人。选举胜选机会最大化的前提来征询他们觉得合适的人选。那么这也不是只是针对台南。我相信还有其他的艰困选区都有可能。除了高雄甲台南2个直辖市，嘉义县国民党的参选人人选赶快也未出来，到底要派什么人来对战绿营现任的县长洪州娘呢？嘉义县党部并无公布有意愿参选的人，敢若强调讲一定会有人来参选。目前当积极伫协调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去第3天然气接收站可能会破坏海草搭这个经议，去年底环保团体提出。第3天然气接收站提出大潭海草带公道案，不过公道案最后是无过。即马外塞去外海的这个方案，今日已经通过环评，预计会伫咧2025年6月完工，送去予大潭电厂。来环保署真正的次数已经坐甲算袂清。珍爱海草搭公道推动小组宣布，这是第144届记者会，应该是现阶段最后一届记者会。下晡环评大会审查3节向外分出去的方案，进前带头的潘中正预测一定会过关，已经无度改变结果。不过伊是讲，能源转型连做袂当优先环境，都是一场骗局。你不能友善我们的环境，你的能源转型也都会是骗局。台湾的世世代代都会永远记得早教的伤痕和他的刽子手。那3节，政府嘛规划推动4节、5节。环保团体提醒，这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凸显德国瓦克为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的高度风险。台湾恐惊完后有危机。我们是四面环海，如果发生了动乱、发生了战争，我们被切断能源供应，它的危机，它其实是更大的。3节向外分出去的方案无乌图无甜图，第2月初通过环评初审，较无1个月内送入去环评大会审查。针对中油监测旋螺海草，敢若一季一届，有环评委员认为无妥当。中油要把它改建监测的频率我觉得不多大，1个月1次并不为过。一开始就知道大家有疑虑的，你就多做。那做到某个程度，你累积的数据够了，你觉得没有问题，那你一样可以提到这里来，我们把这个频率再改掉。若是天然气挖口进口的风险，中油回应国内天然气来源采多元化规划，为澳洲、中东这所在进口，未有集中的情形，会当降低风险。伫经过1点半钟的讨论，最后案件伫环评大会审查通过。中油公司是讲，会担起责任，就是3节向外分出去，佫会当保护海草搭，减少空气污染，稳定供电的承诺。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工厂管理辅导法规定，去伫咧农地违章工厂申请立管的期限是到今年3月20日。若是到迄阵还未申请的，时间到就会放断水断电。到目前为止，全台湾还佫有2万外间的违章工厂还未申请。民间团体就表示，这几天来已经接到9000件民众检举陈情，呼吁政府就爱照片照行，唔通时间到搁跳票。
提民众真正的相片，讲这间去大约20年，中华中医科技公司这几年定去互居民抗议，讲闻到臭味，搁排垃圾水。地方去年认定伊是违章工厂，即阵工厂当伫咧申请纳入管理。像安尼，伫咧2016年5月20进前起的农地低污染的违章工厂，全台湾有45000间，毋过简单2万多间有申请纳管，离申请的期限3月20剩无1个月，民间团体呼吁时间到，就爱等水电，唔好搁再跳票。现在民进党政府是说不会再开放，可是我们看到农业县立委已经开始在讲说要求要放松农产业群居等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是很难相信会不会这样子的纳管期限又再度被延展。政府伫咧2019年开始修正工厂管理辅导法，开放下当纳入管理。2014年和2019年拢点延，等于是互厂商3届就地合法的机会。不过，今嘛煞要有一半违章工厂超过2万间，要咧小数搬运去。民间团体讲，今年年底地方选举，即阵有袂少要未纳管的工厂，拢借弱势的名义，要求政府继续讨棒。居民无奈，只好转向民间团体来检举。这2年以来，我们收到了1449件的回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会让所有人都不敢去跟政府检举，反而跟一个民间团体去检举呢？民间团体呼吁行政院落实约束，未偷放纳管的期限，未无期限就地合法，未放令农产业均住地区的认定。同一个时阵，也希望地方政府增加客载人力，因应3月20以后断水电的业务，也替整个产业做总盘点。记者阿敏珍、曾派文台北报道。去年10月开始使用的振兴券，今年4月底就要到期啊！迄当阵真侪人烧钱要抢的加码券，到早煞阁有超过60%以上无使用，尤其是国发会地方创新券，竟然也阁有96%无去用。为着加强振兴券提升经济效果，真侪行政部会去年阁加发加码券，但是即站使用期限要到啊，所有足侪也未使用的，有立委就点名像地方创新券有到16%无使用，甲爱管券、动资券是使用率上低的前3名。因为我们的店家比较说属于微型，而且比较非都会区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店家基本上都是分布到中南部或东部，比较不会在大都会，像大台北其实店就很少。以地方创新券来讲，国发会编2亿推2波促销方案，但是累积的使用金额才424万，比起使用率上好的好价券编20亿左右，使用要18亿，成效差足济，唔若点头无收到效果，嘛浪费宣传成本。另外已经算是较热门的解放券，嘛有5成多还未使用，农油券甲国旅券嘛有6成放伫遐。疫情的影响的关系，我看这个也是蛮严重的啦哈，所以说我们的使用率在经过228这年假之后的话我们已经等于说使用率又提升了5%啦。立委批评加码券预算总共嘛有90亿，但是安尼的成效真正无好看，嘛认为使用率低、天数复杂、通路少、民众袂记领有关系，敢若存够挂过的使用期限，嘛呼吁民众赶紧来使用，各部门嘛爱尽力宣传。记者陈嘉文、李玉凯台北报道。高雄嘉定的蓝马地最近是出现200-300只的乌面腊龟，数量突破纪录。其中有一只是4天前伫咧永安受伤，经过救援了后野放，伊已经是连续4天飞来高雄，而且看起来比以前更加勇敢，大家拢真欢喜。这顶乌面腊龟内底有脚环的，这只就是 H74，伊顶个月底出现伫嘉定的蓝马地，听说鸟仔人士拢真惊喜，因为 H74 4天前伫永安治疗希望受伤，经过救援治疗才放线，了后伊逐年拢搁飞回来。今摆来讲，看来是已经很强壮，而且伊身躯迄个金黄色的环子翼的颜色也出来了。H74 较早是韩国教授靠脚环放线的乌面腊龟，想袂到伊连续4天拢飞来高雄。你们看到右边2只在谈恋爱，他们这样互相没有嘴巴。民众嘛翕到乌面腊龟谈恋爱的画面，实在真趣味。嘉定蓝马地今年来歇冬的乌面腊龟，至少有200到300只，数量比以前较侪。伊今年的雨水有够，那食物量嘛有够，所以咱保育伊的安全。
伊感觉伫即个湿地内底，伊是足安全的，所以伊的数量是愈来愈增加。佮包括一寡老鸟，伊会带伊的幼鸟对来。毋那乌面腊杯，家庭仔嘛第一摆记录到长喙豆眼的出现，而且因已经停留3个月，实在真难得，互家庭仔蓝马地生态更加丰富。记者陈阿文、赖伟做高雄报道。屏东东港的下部社区，旧年种彩色的稻仔游客真介意。今年是好年，所以社区嘛利用彩色的稻仔伫咧田里种出一只好。咱做伙来了解这款古水的稻样是安怎种出来。田里的稻仔有的乌，有的青，无共色水。远远甲看过，竟然真做一只好，实在真有气势。这是屏东东港的下埔社区，旧年头一摆种彩色稻仔来装塔，民众拢真介意。今年拄好是好年，社区也用好来设计道行。去年的话，地方的反应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年再继续跟那个农在办公室这边说申请了下去做那个彩稻。今年的主轴是因为虎年一个老虎，这个虎年可以祝大家能够虎年行大运。庄里的新农奖得主林清源，7年前伫县府举办的彩稻艺术节，种出100红仔稻，引起关注，拼出名声。所落来，伊也连续3冬替热带农业博览会种彩色稻仔。去年开始，林清源和因阿兄，也就是下埔社区的理事长林清发，伫故乡种彩色稻仔。因为毕竟我们这个乡下比较少，有看到可以看到这种画面，把那个争取的经费用来做这个彩稻。社区表示，希望透过彩色稻仔的技术，让大家更较认捌下埔社区。未来，佮打算结合观光、社区旅行，行销下埔社区的农特产。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7度到25度。中部地区15度到26度，南部地区16度到29度，东部地区17度到25度，外岛地区14度到21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